響香港搞工運嘅女性，除咗上一節介紹過嘅陳婉嫻之外，嚴月蓮係後起之秀。佢本來係製衣女工，一向喺幕後默默工作嘅，直到爭取88直選之時，先至走上街頭。基層婦女勞工係嚴月蓮嘅工會嘅主要關注對象。除咗勞資糾紛同埋會員嘅福利之外呢，女性喺成個社會上面嘅角色同埋權利，亦都係關注嘅重心。我哋趁住今日係38婦女節，我哋喺度話俾個社會聽，我哋都係人，我哋要有工作權，我哋要係同工同酬，唔係因為我哋嘅年齡被呢個勞動市場所歧視。38婦女節嗰日，佢哋組織咗一次花車遊行，跟住聯同其他婦女組織去到督源請願。不過呢，市民之間嘅反應就只係平平啫。我哋自己覺得就即係，如果我哋之前嗰個宣傳工作或者係教育工作做得唔好嘅話咧，就會令到一般嘅市民好難接受嘅。我諗係一路嚟覺得即係婦女節係一啲即係飲飲食食啊，着得一啲豪華宴會啊咁樣嘅。咁如果呢個觀念一路都喺個一般嘅市民嗰度咧，就算我哋再講嘅時候，都好難吸引到嗰個市民。以前真係叫個婦女踏出即係嚟港督府，我估除非係睇杜鵑花嘅啫。如果你叫佢即係要咁上嚟，我諗真係有啲困難。咁但係而家多咗婦女覺得請願或者係抗議遞信係只是淨係一個即係表達自己不滿一個方式嚇。咁就我覺得係比以前容易咗好多。街頭活動嘅搞手咁，除咗話有來自工會領袖之外，另外呢，同基層市民接觸密切嘅社工界，亦都係培養過唔少街頭運動嘅領袖噶。例如係立法局同市政局嘅雙料議員，又兼房屋委員會成員嘅馮檢基，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自從76年開始，馮檢基呢先後喺社區組織協會同埋公屋評議會工作過。經由佢組織嘅居民大會，可以講得係不計其數。而進入建制之後呢，馮檢基仍然係公屋政策嘅專家。而喺今次公屋居民反對房委會嘅租金政策事件之中，佢仍然係有所參與㗎。但係因為角色唔同咗，已經呢再唔係組織者，而且呢亦都係有一啲基層嘅社工質詢佢嘅表現，認為佢太傾向妥協啦。但係馮檢基呢就話佢嘅立場冇變到。只係因為掌握嘅資料多咗，咁所以係比較明白問題嘅局限性。於是呢喺策略上邊係傾向扮演溝通官民嘅角色。以往我哋一路冇人做呢個角色嘅，而家就係馮檢基可唔可以試下做咧？所以冇人做呢個角色就話，以往一啲係好清楚了解居民嘅問題睇法，同埋嗰個無論係感性上面同埋理性上面嗰個問題，可唔可以好充分喺嗰個決策機關裏邊表達到出嚟，同人哋討論，甚至同你拗。始終入咗去房委會裏面咧，係掌握咗房委會裏面一啲嘅數據同埋資料同埋程序咧，就某個程度上咧，係相對於係對一啲居民嚟講，亦都係可以有個預先提早嘅作用。第二個亦都係等佢都知道嗰個對象清楚係邊一個。馮檢基話：響爭取改善民生嘅時候，議會內外嘅途徑都係要同時採用嘅。但係對一啲人少力弱、冇選票在手、被社會忽略嘅一班人上街呢，可能係僅有嘅選擇之一。目前響社區組織協會工作嘅何喜華，就係以黑市居民、艇戶、水上新娘、農屋居民等等為服務對象嘅。何喜華從為呢一啲邊緣社群爭取權益嘅時候，亦都向社會爭取整體嘅人權。但係長久響懷柔殖民統治之下嘅香港人，對人權並冇迫切嘅體會，對佢嘅行動亦都係反應冷淡。做社會運動咧，嗰個即係呢市民肯參與咧，係佢會最大一個動力咧，就話即係嗰樣嘢咧，對佢嚟講咧係一個直接睇到有個影響喺度嘅。佢嚟講你加租啊，或者拆樓啊呢啲，對佢直接有個影響嘅。咁佢本身個投入咧，就一定會大嘅啦，但係好多時候咧，即係好多社會問題個根源就係一啲係牽涉到啲結構性嘅嘢。舉例嚟講咧，即係你拆屋唔能夠獲得好嘅安置咧，其實係牽涉到個法例背後啊，
或者係一早個政策咧，可能即係行政局可能已經喺某份政策性嘅文件裏邊已經通過咗啦。咁再加上有啲嘅問題咧，就唔單止係話即係你影響你日常生活，你觸摸得到嘅特別一啲政治權利可能係比較即係叫做抽空啲嘅時候咧，就一般人又未必咁容易去感受得到啦。政治理想同埋社會公義呢啲咁嘅價值觀，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呢，都係過於抽象。要持久咁爭取一啲冇即時明確成效嘅理想，年青學生係提供咗好大嘅動力㗎。由多間專上院校學生組織成嘅學聯，經常響街頭爭取人權，抗議中國政府鎮壓民運，以至到譴責國際之間嘅不公義。佢哋嘅口號尖銳，經常觸及到中英政治之間嘅敏感地帶。佢哋覺得目前香港嘅法例對遊行集會嘅規定係有荒謬嘅成分，有時呢就故意犯法，唔去領牌就遊行，嚟抗議公安法對言論集會嘅鉗制。我哋係咪希望能夠過去新華社嗰度抗議？而家都好多人逐漸開始提公民抗命，即係呢樣嘢嚇。即係公民抗命可能最重要嗰個精神就係一啲未為人所普遍認識嘅一啲矛盾啦嚇。咁有班人可能佢就希望咧用自己以身試法嘅一個方法嚟到將呢啲矛盾可以擴大啲，俾更多市民可以知道。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係清楚咧自己係做一啲即係同現存法律有相違背嘅行動嘅時候咧，佢會接受嗰個即係裁決嘅。如果即係政府告佢嘅時候，咁而以此咧嚟到即係博咗啲同情咁樣，或者令到多啲人去明白。終於喺6月5日凌晨，呢班學生呢又到新華社門外請願，面對警方先前設置嘅禁區，部分學生同市民決定用身體衝過警戒線。結果呢，導致警民推撞嘅混亂場面。之後警方係報稱有30幾個警員受傷，不過呢，學生就話情況係被渲染咗。睇翻嗰個場面，其實即係一個好簡單，即係40-50人用身體希望即係衝過警方嘅鐵馬或者人牆，咁實在唔會有咩混亂，就係混亂就係嗰幾分鐘啊，可能有啲咁嘅推撞嘅場面。咁可能比起即係好多其他地方嘅學生運動嚟講咧，就唔算係咩大混亂咯，反而係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咁恐慌嘅氣氛咧？係即係我哋會睇翻可能係即係成個即係保守嘅政治文化，譬如傳媒一啲社論，加上即係警方或者政府嘅一啲即係造勢，令到好似學生出咗好大嘅混亂。其實大家睇翻根本冇即係一個小嘅漣漪茶般類嘅風波嚟啫。如果我哋話破壞同人安定咧，咁我哋係即係我哋係破壞嘅一啲咁樣虛假嘅繁榮安定，我哋要揭穿即係繁榮安定背後所隱藏咗咁多嘅矛盾咯嚇。黃欣然承認以學生身份上街呢係比較容易得到市民甚至係執法者嘅同情嘅，但係另外一個被視為激進團體嘅4·5行動呢，顯然就冇咁着數啦。響89年杯葛中國國慶酒會嘅事件之中，7位4·5行動嘅成員被警方控告非法集會。而家警方咧係呢個即係唔履行佢嗰個諾言啦。我希望大家忠實報導，你哋係應承咗呢樣嘢嘅。背你應承啊嘛！唔好字得唔得？出嚟。佢哋後嚟被判無罪釋放。對於上街惹到官非4·5行動嘅發言人劉榮錦呢，就有咁嘅講法。對於警方嚟講，佢想控制呢啲咁嘅事件嘅話，佢當然最好就係即係對於佢嚟講，係一定要打擊嗰個先頭部隊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即係惹官非最多，亦都係即係預料之內咁樣。之後4·5行動呢，仍然係有就中國同埋香港嘅政治問題上街請願表達意見。喺今年嘅4月5日，佢哋又上街啦。雖然反應平淡，但係佢哋認為呢種表態式嘅行動仍然係對國內民主運動精神上嘅聲援。與此同時，佢哋仍然係有跟進89年嘅國慶酒會事件。其實
喺被控非法集會嘅同時呢，佢哋亦向警察投訴科呢投訴當時係被警員無理毆打，並且係攞出呢一段錄影帶做證據。不過呢，喺事發後2年，警方先通知佢哋話，因為證據不足，所以呢唔會起訴任何警員。佢哋喺今年5月上兩局請願，要求港督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呢件事。當時得到幾位在場嘅議員支持，不過呢仲未有實質嘅結果。